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類的節目。今晡日嘅節目內容非常嘅重要，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聽眾認真來看，因為今日嘅節目一定有咧紹介係 HPV 嘅疫苗。調查英文時都同大家談咧，有談過，當場有點熟，又有點冇按熟，非常嘅重要哦。今日好好咧講一下，所以當繞牆道嘅線上係類似中啦，連線國際依然必要外口嘅主人王世杰線上分享。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連線之人的王世杰先生，今日要來留大家分享喺 HPV 兩個病毒還有佢相關的疫苗嘅醫學常識什麼大家？分享先生所以先生係第一擺來到福氣來嚟同大家來分享，做麼？係太棒了，鐵掌的分享你開聊之前，老先生來打嘴鼓，先生講係感應音，不過大個地方好食菌品種，錯嗎？錯。對，我是老先生講，我咪係品種音，所以老先生就在講，幾乎我出世到信報啦，不過係講辦到品種已經快要同鄉嘞，通鄉嘞吼。差唔多嘞。所以今日可能線上又起到特別嘅親切吼。不過今日咧，當繞牆線上來到節目底度來講一非常重要嘅東西，仲係為今日條只單元嚟講一下嘅吼。就係從去年9月開始，你有隻公布，乜嘅事情咧？公布就係講西來嘅男學生，而且是國中生，做得50,000，意思是係公費。就得打 HPV 嘅疫苗，所以當中你可能要新聞社就說哈，大家是不是講那是什麼意思？該什麼個意思？你可能聽不懂到。第一，國中就要打了，國中所以打的，打一般來講我們係誰冇咩？為什麼誰來冇會打？而且係50,000，所以兩隻係你基本你提票咧少解兩隻東西，所以一開始少解時間，先讓大家來講。現在我們可以先簡單講一下，乜解係 HPV， 而且為什麼？從去年開始，是有按樣嘅公費做嘅，誰來沒有打？國中生開始打。好，就開始老大家講嘅政府都2018年開始都什麼嘢都國中生，其實開始都免公費注射了疫苗，主要是保護子宮頸癌症。慢慢的知道倆疫苗。唔係單純的子宮頸癌的預防，佢還有很多的好處。像西來的佢做的保護，唔會有該生殖器部分的癌症。像還有該有的相片，沒會有影響到。所以去年就2025年9年開始。政府就對了咗學生嘅，就進行疫苗嘅注射，而且係公費開始，所以呢係政府嘅想法啦。你講係下一代嘅福氣啦。係公司採訪我聽到按樣嘅消息高雄，我知道真嘅真幸福，因為。係講會保護自家嘅身體，有冇？係講你得到按樣嘅知識過後，你要請主動去體驗做按樣嘅事情。唔過你係講真到學教，去到學教去就表示講，其實這個宣導就更足夠，而且好像透過學校同大家來講，我們要強下來做一件事情，那真的就會像先生講嘅，你的保護就提早了，你嘅保護係提早嘅。先到簡單來講，線上大家講，睇今日有談到冇？大家有聽到關鍵字、關鍵詞，誰某一個子宮頸癌、子宮頸癌，所以這個對台灣對誰某一來講，其實佢兩癌症是一個前10名吧，線上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對女生對誰某一來講，其實是非常會看到，也非常。特別注意嘅一隻癌症，所以呢，兩種嘅 HPV 嘅病毒，佢會引起按樣嘅癌症，所以對社會人來講都重要。所以線上就俾講，應該打疫苗，做啲可能嚟保護。我們用翻譯來講，人類乳突病毒 HPV 其實係一種 DNA 嘅病毒，有200人型。所以咁講到呢一時台北嚟講，你係社會人為打嘅疫苗，基本上線上都度兩邊嚟講，唔止係社會人，其實西來人也做得。
打安樣個疫苗，所以線上咧，現在講一下，你看了解一種被任何眼睛個騙到，而且線上有200多型，200人型。好，來那個講到 HPV 哈，我們就是要知道它的中文就是人類乳突病毒啦。好，那它基本上可以分為低風險型，好，就低危險型跟高危險型。好，那它本身是一個那種會製造，就是會產生很多癌症的一個病毒，好，而且無所不在，它會經過口腔的黏膜，或者說性接觸的一些生殖的黏膜體液啊，造成一些感染。那我們一般來講，這種的200多型的一個病毒型裡面啊，我們把它區分為比較常見的啊，比方說像第6型、第11型，那它對於人類的外生殖器，就容易產生一些尖形的濕疣，這種的是一個病毒感染造成皮膚的病變。俗稱用法語來講，俗稱係菜花。對，一般人都有聽過，對不對？可能大家唔係了解，因為大家有聽過菜花。對，這以前大家會覺得就是說很難以啟齒的一些疾病。那當然這個是目前來講，在我們泌尿科都是十分常見，而且就是說也需要經過很多的一個治療，就可以達到完全的治癒，所以是不用害怕的。那可是另外一個比較影響比較大的，就是屬於高危險型的一個型別。那這個高危險型的一個型別的話，就是常見的就是有16、18、31、33、45、52跟58型。那這一類的一個型別的話，它可能在長期的感染以後，在女生的話就容易造成一些子宮頸癌症啊、肛門的癌症，或者說外生殖器，比方說陰道啊的一些癌症。那在男生的話，其實就容易造成一個外生殖器，比方說陰莖的癌症，或者說是口咽部的一些癌症。那像這些的癌症的話，如果我們在提早借由疫苗的一個注射，可以達到一個預防的效果，那就可以長期提供一個保護力，那就可以避免掉這些癌症的發生。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這個 HPV 的一個病毒？然後之後我們就是要想一個很好的對策，就是用預防醫學的方式，用疫苗來提供一個很好的保護力。其實我有聽到嘅問題想去問有冇？後面會講到，不過我忍不住想要先來問一下先生，因為叫安道型，從200多型啊，先生特別到了下，大家來講，譬如第6、第11佢係低危險，好冇很危險嘅16、18、上型5年500佢係好夠危險，就是好像聽起來比較危險，好危險。先生問一下，那打疫苗，比如講你已經有得到18型，就是你檢查之後，發現你已經有感染過18型了，因為感染多嘞，那還是有打疫苗的意義，對吧？對，是的。比如講，它還是可以預防31、33、45型。對。OK， 就是基本上並不是說你有得到這個病毒就不能夠打疫苗了。基本上打疫苗的目的就是能夠提供長期有效的一個控制，然後讓這個病毒不要持續的感染，造成發病。並不是說完全去消除這個病毒。不要持續感染，然後發病。對。所以，那如果你已經感染其中一型了，對，那其實還有意義嗎？還是有？對，比如針對那一型。就是疫苗的施打還是會有提供一個長期保護的一個效果。好，講到這邊，大家是不是有解決一些大家的疑問？不過講到這邊，大家是不是先問講，那到底我是如何感染的？我很容易感染到的，我又不知道，我有地，而且大家一般直覺就會覺得啊，是不是就性行為性該很危險得到？因為這個病毒的感染的途徑呢，它當然主要是因為一些身體的接觸啦，不見得說一定是單純的性行為啦，因為它其實對於一些皮膚的黏膜或者說表皮，只要有接觸到這個病毒，它也有可能經過2次的一個傳染。所以當然我們主要如果說有一些性行為的接觸，尤其是成年的男女朋友，如果說有性行為，當然這是一個最直接的一個感染的途徑。那尤其是現在的社會對於這個婚姻的概念，對於這個交友的概念是比較薄弱的。那常常會有一個不安全的性行為，或者是並不是固定的單一的性伴侶。那在這種的交叉的一個感染之下，事實上就會增加很多罹患這個病毒感染的機會。那
另外在現在大家有一些會有肌膚接觸的，像一些飯店啊、溫泉啊，或者說是一些私密的一些毛巾之類，這些如果說有共用，對，床單，如果說有共用的情形之下，也許真的就是會在不經意的時候會得到這個病毒的一個傳染。所以唐先生講者，然後你所有嘅朋友來講，其實當然先生講嘅直接嘅接觸嘅行為，該係該係而家屬於直接嘅機會，唔過唔係說是安養婷婷，其實其他嘅方面係咪要接觸到嗬？所以講到呢一片咧，其實我相信大家先講到喺度上嘅第一些嗬，你先聊下，你馬上等下就嚟講。東方戲做得繞牆類似聯繫國際藝人嘅泌尿外科主任汪先生嚟到節目地度啦，大家嚟講非常重要嘅知識嗬。我就聊知識，啲人應懂啲，唔啲嘅人懂唔啲，我會覺得很陌生啊，用嘅感覺，所以我簡單讓大家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意思係講，其實佢係一種嘅平頭哦，你平頭思想先生講嘅叫動刀型、動刀種，啊對佢對身體嘅影響是，你可能得到了平頭也唔啲，唔講得到了只平頭，佢有可能會粗心，對什麼人來講，先生有講到，比如子宮頸癌、子宮頸癌啊，怎麼，剛才有講到，比如說好某啊某一樣，比如講俗稱菜花，嚇，你未必得到，所以大家是會啲哦，原來你癌有關係，所以基本上大家來講，你平常時嘅剩飯啦，突然動蟲擾怎麼樣？比如維持一個好的生活方式啊，注意控制，其實打疫苗係動蟲擾嘅保護嘅一層，所以基本上大家咧講嘅是係兩隻疫苗。咁上台有節目講到，咁應用應該得到咧，先生有講到，其實性行為佢係一隻直接嘅接觸，唔過唔係是性行為未得到，唔係性行為佢未有可能未得到，所以基本貼俾到觀眾朋友來講，所以這個是一個動蟲擾嘅觀念。喺講到兩岸來到大家都問咗問題，先生請問一下，佢嘅傳染力、傳染力係咪非常大？是吧？就是它傳染力很高，對不對？對，譬如它是就很容易得到，你自己都不知道，就那樣講嗎？你看這是大哉問嗎？對不起。有沒有？應該就是說，它是不是就像性上講誒？比如說，除了性行為以外，我們剛剛說的比較毛巾啊，或者說，所以它我的意思說，是不是在我們身體中，是不是抵抗力比較差的時候，避孕宮，然後那段時間，比如壓力特別大改時間，因為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其實還好啊，我都很健康啊，動控田啊，然後我也很，比如說我就很單一的安全的行為啊，或者是什麼？可是如果是不是，比如說你的抵抗力該東西好帶，啊，或者是身體狀況比較壓力很大的時候，也有可能抵抗力差的時候也容易得到這樣。對，這個就是牽扯到那個個人保護的問題啦。就是說，一般來講，如果說在生活的形態上面，如果說是比方說抽菸啊、酗酒啊、熬夜啊，造成身體的免疫力急速的下滑，那原本可能你對於這個病毒的感染是有保護力或抵抗力的效果。那如果說真的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那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會發病了。所以基本上還是有影響的啦。是，好哦，講到戀愛世界啊，大家是不是講？你基本有提到大家都講昨天打疫苗什麼？對。那我跟信上來問一下，就是我覺得這個疫苗有點複雜，用英來講呢，因為一般你比如說流感，我們說我們要去打流感疫苗，都簡單，我們就你到診所，信上我要打流感疫苗，然後就結束了。可是打到這個疫苗的時候，大家會開始送苗去插治療。插治療狗就是說，線上這個疫苗有一些複雜，它感覺上分好多種，而且它不是打一針就好嘞。對，好，那關於疫苗的部分哈，那我們就是要花一點點時間，可能要讓觀眾朋友稍微消化一下哈。那一般來講，疫苗哈，我們大概目前常用的哈，大概就是目前有分為2價啊跟9價的一個疫苗，它的名字哈，那它的這個疫苗哈，那2價的這個是由那個荷蘭商葛蘭素史克大藥廠他們研發出來的，那取的名字叫做寶貝哈。那主要是這個疫苗的一個開發哈，主要是針對這個子宮頸癌症的一個預防，好，所以它一開始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病毒的型別哈，是設定在這個16跟18型，啊，那它施打的對象也是主要是設定在女性，好，那一般來講，我們就是如果是9歲到14歲的女性，好，那因為他們的保護力啊跟抵抗力都是相對的是比較好，而且因為還沒有一個性行為的接觸，還沒有受到任何感染的機會。好，所以基本上像這樣的一個女性，那只要施打2劑就可以了。那我們通常就是第1劑跟第2劑間隔6個月施打就可以了。那如果說是15歲以上的女性，好，那一般來講，好，因為她的抵抗力跟免疫力就沒有15歲以下那麼好了。那我們在研究的一個經驗上面來看，就是可能要施打到3劑才能夠提高到一個完整的保護力。啊，所以通常那我們就是要打3劑，那第1劑之後1個月後再打第2劑，然後隔半年，好，再把這個整個完整的3劑施打完畢。那這樣子對於這個子宮頸癌的一個保護就可以達到一個70%以上的一個保護力，而且它的效期可以長達10年以上的一個保護力。啊，這大概是寶貝2價的一個狀態。那我們現在主要要跟大家介紹的哈，是一個9價啊，就是所謂的家喜。那這個是由那個美國的一個大藥廠啊默沙東他們所開發研究出來的。那它的前一代呢哈就是4價而已。好，那因為這個4價的保護力遠遠不及這個9價，好，就是包含了這個9種不同的一個病毒的型別，好，所以我們最後就是普遍的公費提供，也是選用這個9價的疫苗來當做一個公費注射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疫苗。那它施打的就是包含男生啊也可以使用，好，那基本上我們的年齡的設計也是在9歲到14歲，啊，也就是在國中生之前，好，那在14歲以下就是一樣是施打2劑，那施打的方式一樣是2劑間隔半年。那如果說是15歲以上，那建議是到45歲，好，那不管是男女，那我們就是以提供3劑的一個的施打，那第2劑是間隔2個月，然後第3劑就是等於是間隔到4個月以後，啊，那在半年之內完成所有的疫苗施打，這樣子完整的一個施打就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保護力。那目前的研究大概都有長達10年以上的保護力，所以算是一個效果非常顯著的一個疫苗。其實有動作的問題上來問線上吼，比如講線上你下有講到，比如說從9價，佢會記名哦，睇下。9價係記了只疫苗嘅名，啊，大家都問過，記了下到講15歲到45歲嘅誰來到誰沒得做得打，但大家可能是會想講，線上那我46歲可以打嗎？啊，47歲、47、48做得打嗎？好，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的一個迷思啦哈。那事實上哈，年齡是最主要是因為根據當初研究設計的時候，它的年齡層是放得比較低的。好，那事實上以我們經驗上來看，你超過這個年紀，相對而言，它只是它的免疫力比較減弱，所以它的一個功效可能會降到只剩下70%左右的一個功效。但是事實上，超過年齡還是適合施打的。而且目前我們台灣是屬於一個長壽的國度啦哈，那很多人都非常的長壽。那為了提供這個癌症的保護力，那為了要避免一些疾病的發生，其實超過年齡施打理論上也是可以的。好哦，所以啊，有可能今日節目嘅鄉親朋友大家會知哦，係講你超過，你底下做其實分享嘅年紀，限係做得大，冇人規定講哦，你45歲過後你是不是打疫苗，因為你絕對安全，也不是這樣。我們還是這種線上講疫苗是一種保護嘛，我們還是絕對得到保護吼。你係大家都問嘅吼，第二線上加有已經空調一件事情，大家有談到叫線上講做得底下嘅疫苗做得要10年。線上家有講到10年嘅效期嘛，10年嘅效期，每一下，比如講，可能同事就會問嘛，同事會講，唔講係青後上嘅時間就會打呢，20歲嘅時間就會打疫苗，46歲，有長到20年嘞，那其實我可以再去打了，對吧？係咪做這樣講？這個相關的研究哈，因為這個疫苗的一個開發並沒有說到那麼長的一個時間啦。好，那至於是不是要追加，可能我們就是要根據這個未來的一個研究再來做一個
等於是醫學上的驗證啊。那如果說就學理來講，在保護力慢慢喪失了以後，事實上再重新施打，是理論上是應該是可以提供很好的效果。明白，所以你係講打鼓咧，鼓到動球咧，比如你可能20歲打鼓，你啊40歲以上會再個打，是黏這紅是走對的，是 OK 的，是冇問題的。好，講到兩邊你去大家會知道講，哇，現在改下改說動清楚，不過好像有點麻煩哦，打很多擺，其實也冇很難吶。你是去打，基本本一種小卡或電機哦，6張頁，那張可以打2張嘅過後，3張2張嘅過後，4張嘅過後，你咋個轉去打？所以打上百個意思啦。如果以3劑來說，是按用型吼。不過我想咧問一下大家是會想講問講，哇，基本解說非常嘅清楚，梗係講我只是想咧打公費嘅疫苗，我要去哪裡打？我去到哪裡打？啊，你們就是該政府啊，哈，今後啊，就提供公費的注射。真嘅。問題哈，你們就冇辦法個全民來打這疫苗了。所以我們基本上哈，就是設定在未接觸這個性行為之前的國中生開始施打。那目前已經開始是全部的男生女生，好，在同一年，好。只要就是去年開始，所有的男生女生只要是國中生，他就會開始免費啊，就是用公費來支出施打這個疫苗。可是這裡拿到一種單呢，然後你是拿不了單呢，你是有合約感易染，你就是走得去打。對，這個哈，它基本上目前的施打方式是採用那個校園集中施打，那更好。那所以我們基本上會有學校會有這個那個接種的那個。的說明衛教說明單啊，然後會有一個那個施打的同意書，然後會讓這個學生帶回去，讓家長一方面了解，然後一方面也要同意施打。那目前來講哈，根據我們目前現有的一個資料來講哈，大概以女生哈國中女生的一個施打率，目前可以高達大概90%以上啊，很棒，對，就是說，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福利政策，那只是說男生的部分，因為去年才剛開始，那這個施打率稍微低一點，只有80%而已，還是很高，還可以動夠。沒有，我們當然就是說，這個既然是公費的一個施打的政策，當然希望能夠提高到。越多人接受越好，因為保護我們的下一代，其實在長遠來講，就是可以讓這個癌症可以避免它發生，而且大家也不用再自己花錢做自費的一個施打了啊，因為大概目前只有在國中的這個階段施打，所以如果不是在這個年齡別的話，大概都如果真的對這個很了解，想要施打，那就只能自費施打了。真緊吼，現在講到一家出現打了疫苗吼，會注意的東西來用你來打，等下吼先定馬查聊下廣告過後，你怎來講？歡迎收睇繞牆道聯繫國際醫展界，風信上來到節目底度啦，大家來紹介哇 HPV 嘅疫苗 ，HPV 嘅平頭係乜嘅東西，到底對你影響係乜嘅？我知道今日紹介兩個非常嘅有感觸吼，因為我知道唔係等到發病了，你才來了解原來係安陽型，你等於是有點類似衛教知識，你啦先到大家來講，唔單止係安陽型，可能下國中。誰來誰去做啲公費去打疫苗，而且你要動出來嘅粘性係，因為你底下得到保護，其實咪係幫助你以後年紀大咧，變性太硬咧，等於是你降低了癌症的幾率。那不管你回到轉到這個國家嘅醫療體系，然後人當然是更好。那種醫療體系其實這也是另外一個資源的，我覺得就你種那種節省啊，就是因為你就不用。如果得到嚴重疾病人越少，對，你國家整個醫療當然是更好嘛，對不對？好，講到兩片呢，大家是不是動起來問講？哎呀，線上該係講我要去打疫苗哦，你又說要打3劑，從麼？係免費因打，比如你係30歲、20歲嘅時候，該是疫苗打時候咧，你就是去疫苗打兩件事情，因為動困難。不過大家所以問講，我有要注意什麼嗎？我要注意嘛該事情哦。對，因為現在是學校的施打，它是在國中生啊，那很多國中生不了解，
那很多家長一樣也不了解，真的，所以我們大概會分成這個接種前呢，其實學校他會發那個衛教的說明書，還有同意書，讓家長跟學生能夠共同來了解這個疫苗的一個重要性，還有它一個保護力。那在接種的時候，那最主要就是要讓小朋友主動的跟醫生就是到學校接種的醫生去告知他有沒有一些過敏反應然後有沒有發燒，有沒有適合接種。因為有些如果說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的人，可能就不太適合，比方說免疫力下滑，或者說有在吃一些抗癌的藥物，或者說是一些特殊的藥物，或者說剛好因為感冒人不舒服，那個時機點可能就要暫時先錯過然後再來就是說，接種之後呢，其實應該是要稍微休息個15分鐘，去觀察一下接種部位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說是有沒有過敏反應，或者說對於這種疫苗會不會有一些暈眩的一些副作用等等。那如果真的還是有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要迅速的就醫。對，所以其實比較其實是線上講的非常嘅慢勁，它是像救殺強了嘛。你一救好的時間，你冇馬上就起來，你就急匆匆的轉移，做解衛生錯下、感受下，係咪有乜嘅問題？係咪跳哪嗡嗡啊？容易係講有乜問題？當然現場你看都是人嘛，現場大家是問福利室，係冇是大家問線上，就得到好好嘅處理。不過你係讓大家都講要安樣嘅清輕，唔係講。打疫苗是不是安用因素？大家有在注意。講到你大家是不是問啊？線上問一下，因為譬如你人叫我，譬如我想去打疫苗，我講要當講感冒呢，想去打流感的疫苗，那接種這個 HPV 疫苗的不良反應，剛才線上有講到，拍攝先來講一下不良反應，係咪有可能會有安用嘅不良反應？對。那首先要先強調了哈，所有的疫苗的注射一定都會有一些很細小或者微小的一些副作用或不良反應。那根據我們這個政府的一個統計的資料結果大概是0.7%的一個發生率啦。其實發生的機會非常低啦。那而且比較常見的一個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因為注射部位的一個不舒服。比方說是打針的地方會有疼痛、紅腫然後有一些手好像快要舉不起來，酸痛，那稍微複雜一點點，可能會覺得有點暈針，就是比方說頭暈暈眩、頭痛這些，但是其實這些都很少發生。那至於說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比方說是有些人可能打完以後，他就覺得說有點腹瀉蕁麻疹，甚至關節痠痛，這些其實。大部分都在幾天之內就會消失，所以其實真的不用過於擔心。那如果說持續真的沒有辦法恢復，或者說是有任何的疑慮的話，那我們官方也是有一些諮詢專線可以施打，或者是說就盡速到就近的小兒科的一些診所先看就可以了。好，現在要講係講，其實打過還有一些問題有點小哩，其實做得系統你好勸解，誰去靠解診所是做得看的哈。講到兩個時間線上是咪講？我都做得這個安全性很容易，還有該行還有問到問題，現在係講我可以跟別的疫苗強在試驗打來容易，大家可能是會問安全嘅問題。對。因為現在很多疫苗都要施打，像每年的有那個流感疫苗要施打，然後另外新冠肺炎的疫苗目前也都持續的有在打。還有什麼肺炎鏈球？那肺炎鏈球菌的一個疫苗，因為主要的重點在於老人家啦，可能不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族群範圍之內，但是基本上施打疫苗的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認為，就是說像這樣的一個疫苗的話，如果說要同時施打是安全的，沒有需要過度的擔心。那只是說希望在施打的時候，可能就要分成不同手就是因為你可以分別不同手去觀察不同疫苗的一個副作用。很有實驗性質感，剛剛。沒有。左手咯，緊手啦，你在手打HPV，你在手可能打哪個一家，比如流感疫苗那當然，施打疫苗最重要還是以當時的當天的一個身體狀態來做考慮啦。如果說當天真的發燒、人不舒服，其實寧可錯開來，或者說是延後再打。但是大部分感染都會錯開來，那麼基本上我還是講，你聽說有動感染沒有講我都好預約到了，剛好同一天可以嗎？用解釋，所以基本是提俾到大家來講。我講到啲 HPV 疫苗嘅安全性，然後提俾到基本到。介紹啲節目俾鄉親朋友來了解一下，大家會好安心哈。即係講到其實，比如講你有講到，然後其他嘅東西同時接種，
其實師兄先生講的，注意一下，你身體個狀況用，你左手也好，前手也好，其實一般來講，佢係當安全的。好，不過先生，讀今個節目地圖，我腦中突然又想到一隻，就是當時我記得講到的係，其實係咩讀推班異痘人都有機會感染到安樣個病毒，比如講，大家很多人感染嘛，其實蠻多的異痘，50-70安多。基本上病毒真的是無所不在啦。那事實上以現在來看的話，像適婚年齡來講，或者說已經有結婚有性接觸感染，那基本上都會有感染到病毒的機會。但關鍵於在於說你有沒有自己有一個很好的保護力，或者說免疫力啦。如果說有感染，但是只要你自己有很好的抵抗力，其實並不見得會造成發病。那至於說你要完全沒有接觸到這些病毒，有時候真的是非常困難。錯。其實問先生兩單問題，我意思係咁嚟講，佢確定唔容易，係老大家來講，其實大家不要忽視這個，意思是嚟講，其實讀推班，你可能沒有發病停，不過其實要動過嘅比例嘅，你可能都要感染過一隻個唔啲，我意思係咁樣嘅。你嚟講100感染啲都是一改停，唔係哦，有可能係50-70，大家都要咁樣感染，只是你唔啲。因為佢可能沒有一個明確的發病安樣嘅。講到呢一片，我做呢一件事情係今日節目講到最尾，非常講到很多，非常重要嘅一個知識。你講上頭風險預防 HPV， 要上頭一兩上，第一。那其實講到這個預防的話，第一個一定還是要從自己本身的身體做起，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活形態，然後健康的飲食概念，就是不菸不酒不吃檳榔，這個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對自己一個最好的一個保護力。不要。那另外就是像性行為的部分，一定要安全性行為，盡量不要說是有多重性伴侶，或者是說有一些危險的一些舉動那這個大概是第一道一定要從個人做好的。沒錯。那現在我做個小補充，比如說你的生活形態很差，對不對？你抵抗力都不好，你每天都熬夜，然後不照顧自己的身體。先生的意思是說，你這樣子一低落，你不小心接觸，你很容易就造成，就是有些潛在身體裡面的病毒，它其實本來是因為你的身體的抵抗力很好，它沒有辦法發病。可是，一旦你把自己的身體搞爛了，那這些病毒就會做大，就會影響到你的身體的健康。沒錯，好，第一是你給你講的。對，那第二個就是施打疫苗，在現代的預防醫學的概念裡面，一定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那我們會針對不同的病毒，針對不同的疾病，有一些很好的一個疫苗。那今天介紹的這個就是預防這個人類乳頭病毒發病感染的一個疫苗。所以在國中生如果可以施打，就應該要鼓勵這些小朋友，就是從小就開始施打，盡量不要說因為你個人的一些疑慮或者說是不了解而放棄這個很好的一個權利。那至於成年人的話，如果說在費用上面可以大於這個健康的一個價值上面那我覺得應該也是鼓勵大家能夠可以去施打。錯，提倡非常嘅重要性原因。這倆是還是非常嘅地吼，這是通過安樣嘅宣導，停去做子宮鏡抹片嘅檢查。對，那因為基本上這個 HPV 它其實最大的危害還是在於子宮頸癌，還有子宮頸癌前病變。所以基本上並不是說你打了疫苗就絕對不會發病因為基本上發病的原因還是有很多。那所以對於婦女同胞來講我們還是建議要定期做一個子宮頸的一個抹片檢查。那以目前這個國民健康署的一個提供的一個方案，在那個25歲到29歲提供每3年可以免費做一次子宮頸抹片的一個檢查。那30歲以上的婦女就建議可以每年做一次。那這個都有公費可以指引，所以就是提供大家一個更好的管道去了解這個疾病的預防，那也是大家可以好好的運用的一個機會啦。哇，非常嘅重要吼，希望所有嘅鄉親朋友看，你今日也是收無動態吼，大家會
地安個地些然後積極來了解安種個疫苗。感謝先生呢度節目地度啦，大家咧分享，有機會再個繞牆先生咧講其他冇用嘅如何地些。好，睇你下咧繞牆向新朋友講下咧，空勸一下，大家來做論壇了。繞牆大家來到不係來呢個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